叶泉创造的讲调，行腔深沉浑厚，旋律优美端庄，韵味醇厚。讲调的弹唱讲究润腔、运气、咬字发声，所以说，讲调是易学难精。沈世华的学艺认真刻苦，对艺术精益求精。玉蜻蜓选曲《桂声林中》是沈世华学唱讲调一首保留节目。他保持了讲调的基本特点，领悟到了讲派艺术的内涵，而又不失讲调的内部韵律。沈世华弹唱的讲调字正腔圆，还包含着一种令人神往的讲派气质在内。我最是么家儿的，我最是么树儿娃，归心是几路去马，为望真够你一两。我也服说情做给儿子，不顾那夜夜花。
不后话，不管那跌跌冲冲，生儿让我定，一定来把一把我定定把大妹啊，我也要把为沈世华从讲调善余调，对朱慧珍所唱的余调十分喜爱。他认真学唱过殷殷操琴、思凡等佳作。他勤于吸收，善于变化，具有艺术节奏和时代节奏的同步意识。他演唱的余调既保持轻柔婉转的特点，又剔除了缺乏变化的长腔过门，增强了曲调的时代感。沈世华演唱余调虽然也是真假嗓并用，不过基本上是以真嗓为主，因此音色就显得醇厚而甜美。他演唱的开篇《思凡》就是一例。
立先老师创造的立调，音乐丰富，可塑性较强，既表达悲哀凄切的情绪，又能抒发豪放刚健欢乐的一面。沈世华对于立调十分酷爱，他用立调演唱的罗汉钱、新木兰辞、王昭君等十分成功。在长篇的演出中，他往往根据抒情的需要，用立调来抒发感情。沈世华对待艺术的态度是可敬的，宁可台下百遍千遍，在台上一定要让最美好的艺术形象展现在观众面前，这就是他高贵的艺术观。
是天生的苦力送。兵呀杀人，索马杀人打，永生永续在痛口中。想我是水尽风起，婚姻口。绝不能再娘哎，十拉拢都送了他的人福幸福穷。沈世华不仅在唱腔艺术上颇有心得，而且对音乐研究也孜孜不倦。他演唱的齐调开篇《秋思》就用了气声唱法，这样处理就如同窃窃私语，情真意切。他巧妙地把这种唱法运用到弹词开篇《秋思》演唱之中。他从人物所处的特定环境出发，以气传情，以情传声，进而传递出女主人公对心上人一片的思恋恋情。
欣赏了以上几个唱段，或许会发现，沈世华善于抒发悲哀、伤痛色彩浓厚的人物感情，以强烈的艺术效果来感染观众。一个演员能把握自己、了解自己、发挥自己的特长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情探选曲《引路》也是这一类型的唱片。沈世华用离魂调来渲染这一特定场景与人物，依然达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。谁都是心宽厚云，许花女穿进了金人这里的下府，哦哟。
假如说，沈世华在他艺术生涯的初级阶段中是刻苦学习与继承学习，那么，到了80年代，他跟于洪先双档合作的《双珠凤》，到了90年代，他跟周锡明双档弹唱的《苏州第一家》，在这2部长篇演出中，殊以突飞猛进，蜚声舒坦。不妨说，这是沈世华的成熟发展时期，为广大评弹观众奉献出一曲曲艺术佳音。沈世华很注重每个唱段的第一句演唱，他认为，这第一句必须给人深刻的印象来扣住观众，将观众带入唱段内容的特定氛围中。如他演唱的《苏州第一家》中的《山塘河》就是这样。山塘河扬清波，他一起口就形成一种凄凉悲哀、思绪万千的令人窒息的气氛，令观众和人物同悲欢共命运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共鸣。露水清。
艺术家并非就是靠评奖评出来的。沈世华演唱的作品令人爱听又那么耐听，自然在广大观众中有他一定的艺术影响。梅花香自苦寒来，让我们和沈世华一起来共享这艺术的芳香。来。